理甲主观一切阶段，甲追求眼前主场现况，实在面为师完成甲当啊，老师你看讲，咱修的反的一点爱，无为己，无为咱无变，咱无变，不是无变，那我有为啊，无变啊，修改的是无为，将众生当作是咱累劫因缘啊，或者众生所为，众生咱这自亲，甲当作拢是咱累世累劫来因缘啊，一心天望向家，一心天，咱一心一意，别退休的自己，把咱的所谓精神、所谓体力，啊，啊，心天啊，望向家己，创有成就，也都爱规律上通，也甲时空自同在。虽然但有啊成就啊，也袂使我啊啊，拢这功劳，拢归上天，哦，今天成果，哦，袂使这嘛，哦，我哪有爱他今天啊，使